往哪里逃？长官，不要开枪，不要再开枪了。说到这部戏，会看到医疗的元素在里面，但是它不是医疗职人剧，所以不会是大家看到的哇，医疗的那些职人里面的所谓的职人精神，或是医疗的非常多的细节。我们想说的是，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岛上，其实物资缺乏，医疗也非常缺乏。在这样的一个缺乏的前提之下，他们要如何运用他们医疗的知识，在那里帮助那里生活的一个人？这就是屠夫们，这就是我，屠夫们。医师下刀，其实下刀还有一些不同的手势，就是说我们有分不同的号码的刀片，大号、小号的，他负责可能就是开比较是大的腹壁的伤口，那有些是小的伤口，可能是用拿笔的形式的，这边就变得很有趣，因为要去考究这些，比如说动作啦，或是器材的叫法，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回到大概1950、1954年代，那跟现代的开刀房里面确实是有一些差距，所以我要变成说要去找一些资料，甚至是问一些长辈，才有办法稍微拼凑出一些面貌。下噛むな。よく食われてる。普通はもっと大変なことになる。在准备罗有德一开始拍摄前，当然最直接的是要准备外科手术的技术上面的学习，不管是缝合啊、手术刀啊、器械的名称啊，每一个手术项目的过程。其实我最印象深刻的是跟夏藤宏，就是李木雄一起接生的那一场。在一个资源这么缺乏的这个时期底下，他们要怎么样做剖腹产？所以我觉得这是这部戏医疗在里面想要告诉观众的一个讯息。其实我们产科很单纯啊，生小孩不是自然产就是剖腹产，倒是那个年代到跟这个年代是没有差到太多，可能开刀的方式有一些修正之外，其实过程其实都是差不多。我觉得主要难易度的差异是着重在它的真实度跟细节度这件事情上。手术的部分，它有很多都是侵入式的状态，那侵入式的状态，我们就要做很多不同的特导，就是跟演员一模一样的道具，那才可以提供所谓手术侵入式的拍摄。医生在旁边看着我们从头到尾操作了一遍如何剖腹产，加上一切的特化道具都做得很仔细跟逼真。所以在进行的时候，真的很像是跟夏藤宏一起开了一个外科手术剖腹产的刀一样。我觉得他们两个都非常的认真，就是一直问我说，那通常这个情况下，我这样子对不对？那我这样拿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一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上手，我觉得蛮佩服，就是都非常用心。那一场戏，我觉得我演的时候是蛮震撼，还有加上其他的演员的那个情绪状态，哇，我就觉得能体验一次这种感觉蛮不错的，对，所有的医疗场次，他们看起来每一个人，不管是在眼神上面或手势上面，看起来都真的像是一位医生，所以足以可见，就是这些演员，不管是在语言上面或是在专业技术上，都做足了功课。我印象深刻就是黄河，他蛮有外科医师天分，我有寄一些影片给他看，他确实在绑扎的动作上面也蛮有水准的。如果没有1950年代那1000多人，或是那一些政治犯到绿岛带来这样的影响跟改变，绿岛也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而这在过去的田调史实上面，的确为绿岛带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。那么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戏也要特别的去强化这一个部分。我觉得这也是这部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亮点。